三甲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第9章第1节到第5节。约翰福音书第9章第1节到第5节。现着我来读。第9章第1节。耶稣行过的时，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伊的学生问伊讲：“列比，这人出世就痴迷，对治罪犯罪，是伊本身，还是伊的爸母啊？”耶稣应讲：“这人无犯罪，伊的爸母也无，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做。时要是日时，咱着做找我的下工。暝时要到，迄碟就无人画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以上。今早起，咱真欢喜，邀请到基甸会刘振中执行长来到咱的教会来讲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着趁日时做主工，着趁日时做主工。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即届感谢上帝恩典牧师的支持阮过去一礼拜久拜4、拜5、拜6基甸会的第57届的全国年会伫台北的史莱登大饭店举行，有差不多600多位兄弟姊妹对全国来，伫个所在有3个训练，也有分享。今仔日伫桃竹苗地区有70间教会。开放讲台，阮当派真侪讲员伫各所在来分享上帝透过伊的话，怎样来成就或一个人伊的生命得到改变。感谢上帝恩典，过去嘉南教会不断的支持、祈祷的支持、奉献的支持，我能当伫这所在继续发展，不但伫遮，嘛当扩展到国外，支持真侪即国外的工作伫迄所在。搁一届代表基甸会甲大家多谢。头拄咱所读的圣经讲，趁着日时做主的工作，伫1912年的时阵。咱拢知影有一个真有名的即个电影叫做《Titanic》。即只船伊过大西洋的时阵，要到美国的中间，伫半暝弄着真大的一个冰山，伫即个大西洋的即个北边的所在。所以当即只船要沉落去的时阵，有一个牧师，即个牧师叫做 John Harper 赫伯牧师，伊是伫英国人，伊受邀请受聘。要去芝加哥的母地教会担任牧师，所以伫迄个所在虽然船要沉落去，伊有一只即个 life jack， 伊的即个救生衣伫个身上，但是伊无穿，伊等甲即个救生衣，互一个妇人人伫个所在，所以伫个所在船落落去伫水的中间，一个真冷的即个水的中间，所以看到一个少年人伫个头前，伊就讲 ：“Friend, are you safe？” 讲朋友啊，你得救啊未？即个青年人甲伊回答讲：“我唔知我得救，我无得救，我无得救。当伊回答我无得救的时阵，一阵即个烟来了，因两个人分开。过无偌久呢，因即个哈珀牧师甲即个少年人，佮渐渐做伙时阵，即个时阵，即个即个John哈珀牧师呢，佮一摆问即个少年人讲：“你得救啊未？”伊讲：“我唔知要怎样得救。”伊讲：“你着信耶稣，接受伊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着得救。”当伊讲一句话了以后，佮一阵烟过来了，因两个分开都无看见啊。当即只船沉落去大西洋的中间，有真侪人过身去，但是有几啊百人受拯救。所以过了4个月，因伫美国所在有一届的即个 reunion， 就是即个组织的时阵，有一个少年人，伊是加拿大人，叫做安达利·汉密尔顿。伊伫迄个所在分享讲，即个 John Harper 牧师伫最后伫迄个伊生命要失去的时阵。伊有缘来拯救我的生命，传福音互我会当来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所以有一本册来写讲，即个John Harper 牧师，伊是 last hero of the Titanic， 伊是最后一个英雄，伫即个铁达尼号的最后一个英雄伫个所在。所以像即摆咱看到，虽然即个约翰霍伯牧师伊要失去伊的生命，但是有缘伫迄个所在无袂去即。掠到最后的机会，伫迄个所在来带领安达利乌汉密尔顿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第一咱看到
实际上咱知影，咱所信的主是各真各活的上帝。所以咱知影对整个咱耶稣伊在世时阵，伊不但传讲真理，嘛将伊一只的信仰加伫人的心上。所以，互咱看到讲，伫约翰福音内底，咱看到讲，耶稣伊讲又行7届新约，等于每一届行新约，伊就讲一篇道理伫迄个所在，互咱看到耶稣伊真看重迄个身教重于言教，伊所身躯所行出来，比伊讲的较重要伫个所在。因行这个新约，不但要解决人肉体的问题。更较重要，要来彰显伊的大能，要将荣耀归予上帝。所以，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4节，咱所读的讲，趁着日时，咱必须做迄个找我来食的工，因为暗暝要到，就无人会当做工了。所以，即摆咱看时阵，互咱感觉真重要。咱看到耶稣学生问耶稣讲，到底是这个人伊犯罪，还是伊的父母犯罪？耶稣回答讲，毋是。拢毋是伊犯罪，嘛毋是伊的爸爸犯罪，乃是要彰显上帝荣耀伫伊身上。所以兄姊妹，感谢上帝，虽然这个故事、这个段圣经是伫2000年前写伫这个圣经的中间，但是对今仔日你甲我有真重要的信息要来互咱。第一，伫这个所在，互咱看到，咱就爱趁到，sorry， 下一章。歹势吼，小可我都讲错。伫这个所在，甲咱讲，趁着下一章，趁着日时，这是耶稣伊一个真紧急掠条机会，真重要。有当时有时咱基督徒，咱有使命感，咱有真大使命的异象伫咱的头前，但是咱从来毋捌将这个异象甲使命来摕伫你的行动中间，来付诸行动。哦，爱一人，就同个人拢来信主。但是你毋捌安怎 take action， 就是行动，开始着你边仔人来拖拢伊，这是真重要。所以伫迄个所在，咱当时常常失去迄个机会。咱知影时间真重要，时间真宝贵。咱的钱存落来会当欠伫银行，伫迄所在，当你要用的时阵，甲伊摕出来。但是咱的时间一过，就无法度去摕转来。所以咱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表示讲，时间比金钱较重要。但是，互咱来看去到人的生命是毋是加法是减法？上帝真公平，互咱每一个人1点钟60分一天24点钟，1年360天。所以不管你有钱人无钱人，你着博士学位，还是无读啥物册，上帝真公平，互咱每一个人的时间拢共款。所以咱要怎样用上帝互咱的时间来运用这个时间？所以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机会。所以保罗伫圣经内底有2届提到爱惜光阴。伫以弗所书第5章第16节讲，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呢邪恶。另外，伊伫哥罗西书第4章第5节讲爱惜光阴，用智慧甲外人来交往伫个所在。为什么爱惜光阴？因为这个爱惜原文的意思就是讲赎回、买回来的意思。这个光阴就是讲这个机会。所以，咱就爱掠掉上帝所赏赐咱的这个时间，上帝所赏赐咱的这个机会真重要。咱过去的可能咱无法度掠到，但是未来咱嘛掠袂到，所以咱要保守今仔日的这个机会。所以为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把握今仔日是圣经甲咱伫箴言27篇第1节讲啥？讲毋通为着明仔载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什么代志，你阁毋知影，所以伫马太福音第6章30节讲，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来忧虑，因为明仔载自明仔载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有够啊。所以咱知影，咱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把握今仔日的机会。伫希伯来书的第3章13节讲，总爱趁着各有今仔日，日日彼此相劝。免得恁中间有人受罪迷惑，心内就刚硬。我来讲一个见证，伫美国纽泽西州
有2个少年人，一个少年人叫做 Steven， 一个少年人叫做 Smith， 因2个人真好。有一暗因2个就相招，讲咱要去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所在呢，要来酒吧来啉酒。所以暗因2个相招了，就开始要去迄个酒吧来啉酒。但是因行路时阵经过一间教会，迄间教会拄咧举办一场的报道会，所以有真侪这兄弟，就伫外口兄弟姊妹伫外口邀请这经过的人来入来伫即个教会中间来听报道会。当即个经过时阵，即个 Steven 呢，就看起人咧邀请，伊就心内讲决定讲我要入去听，所以就甲 Smith 讲，Smith 啊，我要入去听报道会呢。伊讲无你去好啊，你去我入，我要来啉酒吼，所以因2个就离开。所以呢 ，Steven 呢就入去教会来听报道会。迄暗 Steven 呢，牧师的信息感动伊，所以伊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伊个人的救主。当伊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基督徒了以后，伊真拍拼就读册。伫迄个所在，伊伫即个大学法律系毕业了以后，然后呢做参议员，做美国 Buffalo City 水牛城的市长。有一天，伊选到美国第23届总统，伊选到美国第23届总统，叫做 Stephen Grover Cleveland。所以伊选到总统的迄暗呢，伊另外一个朋友 Smith 呢，伫什么所在？伫加勒的所在，伊犯罪住伫加勒的所在。所以当即个加勒2个警察伫个所在咧讲，今仔日吼，迄个纽泽西州有一个 Steven 选到美国第23届总统。即个 Smith 呢，感觉讲即个人伫纽泽西，佮叫做 Steven， 敢是我的朋友，所以伊就甲即个加警察讲，你会当即个报纸我看一下袂？所以伊看了以后，伊大声叫一声讲，差一点啊！即个2个警察讲，什么差一点啊？差真济选票呢，毋是1点啊尔呢？伊讲差一点啊，迄暗呢？伊讲我迄暗呢，甲伊甲 Steven 呢，经过迄间教会，阮差一点啊会决定，伊决定入去教会，我决定无入去教会，阮2个人的人生就对打以后，就真做无共款的即个人生的路程伫个所在。所以即个真重要，趁着日时，就是咱爱掠着上帝予咱即个机会。人的生命是减法，毋是加法，所以咱爱来伫迄个所在，搁一届来提醒咱家己。第二，这个信息真重要，甲咱讲，咱着做主的工，着做主的工。所以咱看到圣经讲，趁着日时去做主的工，这是上帝予咱伫咱的生命中间的一个方向，予咱要怎样，予咱的生命真做有意义，甲有价值。就亲像创世纪内底，上帝吩咐亚当甲夏娃因伫个所在所做上帝工伫所在。所以咱有一天活着，咱得遵行上帝所教导咱的。但是咱要问讲，到底什么是做上帝工？什么是做上帝工？可能咱对着约翰福音第9章，看到耶稣，伊伫迄个所在，伊伫即个青梅，生来就是青梅人。咱掠做讲耶稣的工作，就是医治迄个青梅。其实咱应该对着耶稣，伊所教示咱的，伊所教导咱的，来知影到底什么是做上帝工。咱来看伫圣经内底，约翰福音第4章30节讲啥？耶稣讲：我的使命就是遵行迄个请我来食旨意，做正义的工。伫第6章39节讲啥？讲请我来的意思就是。伊所赐我的，叫我一个也无失落，伫末日要叫因搁活。所以耶稣伊的意思是啥？伫这个所在讲，因为爸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到囝的信伊的人得到永生，并且伫末日要叫因搁活。所以最后耶稣讲啥？信上帝所赐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工。所以兄弟姊妹真重要。什么叫做做上帝工？做上帝工是咱接受耶稣基督。做咱个人的救主，无简单安尼尔，咱就爱传扬福音，去引带别人来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上帝的囝儿。所以不但咱个人接受，而且爱传扬出去，这就是做上帝工。所以咱真重要，看到耶稣伫迄个所在，一直提醒咱。所以求上帝，互咱有一个真清楚，知影到底什么是耶稣伊来教导咱的。可能你问我讲，到底咱要怎样做上帝工？求上帝，互咱有一个火热听主的心，听人的灵魂，
迫切拯救灵魂的责任感伫咱的心上。所以圣经内底互咱看到讲，迄个抢救灵魂，圣经来讲，亲像迄个救火共款。救火吼，迄个有诶火烧甲你，安尼已经火，国语叫做火烧到屁股了，真急啊吼！讲爱像救火共款。所以圣经内底犹大书第23章讲啥？讲有诶人，恁爱对火中来抢救出来，来大救因。所以抢救灵魂，亲像咧救火共款。抢救灵魂嘛，亲像啥？咧抢修迄个装甲。咱几工前，咱有台风来吼，所以有一人安那，哇！迄风台来了以后，有真侪这个蔬菜吼，伫即个园仔内底安怎爱紧抢收啊！哦，即个一个麻豆有真侪这麻豆文旦吼，爱紧抢收啊！因为雨来了以后，可能落落来，以后就无过得去啊。所以伫约翰福音第4章50讲啥？讲夜幕往着远来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通好收割了。兄弟姊妹，无毋对，世俗俗世的庄稼，可能有时间的限制。所以伫约翰福音伫这个所在讲啥？讲佫有4个月时间，对不对？佫有4个月时间，庄稼就熟了，咱爱来收割庄稼。但是迄个属灵的庄稼，随时拢爱抢收。属灵的庄稼是随时拢已经熟了，咱爱伫个所在来抢救灵魂伫个所在。所以抢救灵魂无时间的限制。今仔日现在就是咱爱去做，现在就是咱爱去做。所以咱看到伫有一个真有名的宗教改革家，叫做约翰卫斯理 ，sorry， 下一张好不好？按一下。约翰卫斯理，当伊5岁的时阵，因爸爸真后生7个囡仔吼。那5岁有一天吼，因兜伊住咧2楼吼，起火都导火吼，都起火烧。所以伫个所在，爸爸吼去抢救其他遐囡仔，所以袂记得吼，即个约翰卫斯理伫迄个2楼的所在。所以约翰卫斯理伫窗仔口遐讲啊救命啊救命！迄个时阵，伊厝边的人呢，专甲另外一个人甲伊用下伫个即个肩胛头顶悬呢，专甲贴起哩吼，专甲即个约翰卫斯理呢对2楼甲伊救倒落来。所以约翰卫斯理伫细汉的时阵，都有迄个对火内底受救出来迄个经验、迄个体验伫个所在。伊知影迄个紧急性，伊也无互救出来怎，伊马上就受火烧死伫迄个2楼的所在。所以约翰卫斯理伊一生的中间，伊安怎？伊去抢救灵魂呢？伊讲亲像伫迄个火海中呢，来拯救罪恶的火中间，来抢救真济灵魂。所以伊一生的中间，伫英国、伫美国所在，差不多引带上帝恩典，引带将近50万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接受永生的上帝即个愿望。所以咱看到伊伫迄所在，因为伊有体验，迄个受伫火中受抢救出来，迄个体验伫个所在，所以伊知影。抢救灵魂，就亲像将遐个罪恶中的火中咧烧的遐人，对罪恶中来拯救出来。所以下次嘛，互咱来看到传福音的积极性。我代表基甸会，感谢上帝恩典。基甸会过去114年，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呢引带人来认捌耶稣基督。所以上帝恩典，互咱有台湾有60个机会，差不多3000人伫迄所在。所以基甸会第一就是鼓励会员呢，用圣经后壁有上帝救恩的计划。我讲这叫啥呢？叫做上帝的 GPS 啊，上帝的卫星定位导航 ，God Plan Salvation GPS 啊。等你传福音予人时阵呢，安怎引带人？可能你就车吼，我要去台中，还是要去台南，我唔知影位边嘛，我就 GPS 甲输进去吼，台南上面的新公路。了以后呢，伊就甲伊讲向左转，向右转，安尼引带你到你的 destination， 你的终点站。同款，圣经是引带人到迄个永生永望迄个所在，带人到迄个终点站，伫迄个终站伫个所在。所以咱看到讲真重要，所以阮鼓励每一个基甸会会员，每一礼拜爱着一个人来传福音。所以你随时吼爱摕一本圣经伫你落地啊，随时呢着人来传福音。所以一年最少你有52个机会。所以52个机会，相信上帝一定有比遐个灵魂来伫迄个所在，透过你，互因会当生命得到改变。第二，基甸会伫5个目标来送圣经，伫学校、病院、旅馆、监狱、军中、警察的所在。感谢上帝，我看到去年伫全世界基甸会送8400万本的圣经。可能你们讲，为什么送这么多？
因为一个人因的生命改变。更重要的是，上帝心愿是无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拢悔改来认罪。所以感谢上帝恩典，过去一年伫全世界196个国家送8450万本的圣经。我伫负责亚洲太平洋负责亚洲区即马负责13国。这个亚洲区呢，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色，就是这个所在有4个真大的回教国家：印尼2亿4500万，巴基斯坦1亿8千万，孟加拉 Bangladesh 1亿6千万，甲马来西亚2800万。所以这4个大回教国家加起来，人口超过6亿的人口伫个所在。但是上帝恩典，咱看到上帝伫印尼的所在，印尼目前因的基督徒有偌济？有超过30%。咱台湾偌济？咱台湾只有6%的基督徒伫个所在。所以咱看到其实上帝伫迄个所在教会，伫基督徒伫迄个所在做了真好的工。基甸会伫印尼一年爱送150万本的圣经。我要分享几个见证，看看为什么上帝来祝福因。伫几年前阮有机会到这个印尼西爪哇有一个东南亚最大间的这个回教的学校，这个学校有3000acre的地，有16000个学生。所以阮的有两个这个基甸会代表，就去这个学校代表要送1400本的这个印尼文巴哈萨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新约圣经，要下伫学校的图书馆。望这个回教学生，如果因想要来认捌基督教的信仰，会当伫学校的图书馆摕到一本基督教的圣经来读，来认捌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迄个时阵，学校派一个真高赞的代表，叫做萨巴丁·伊布拉罕来接受这1400本的圣经。了以后，我嘛送这个代表咧，中这个穿乌衫这个送伊一本这个较大本的圣经来，互伊为地祈祷。过1个月了以后，有一天萨巴丁·伊布拉罕打电话给基甸会员，讲要甲因见面。伊讲其实我伫初中的时阵阮兜真爽乡，我伫迄个真草地的所在，有一天学校放学，我伫学校门口呢就接受一本的圣经，基甸会员伫我学校门口送圣经，我真爱读。但是我妈妈咧教我袂使读，咱是回教徒，较会当读基督教的圣经呢。所以我迄本圣经，我妈妈抢去，我说无机会通去读。但是过去1个月，恁送我一本呢，我真认真读，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所以萨瓦丁·伊布拉罕呢，我伫几年前看到伊呢，伊改名叫做萨瓦丁·伊布拉罕，改做阿伯拉罕。我甲你讲，伊呢伫过去3年个人带400个回教徒信主。伊写几本的册，甲伊讲伊的信仰到底为什么伊接受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伊所认捌的耶稣基督是啥物人？所以伊写迄个所在，咱出本互真侪遮的回教徒伫印尼的所在。所以感谢上帝，透过伊一本的伊的圣经伊的话，伫个所在来影响一遮回教徒来接受。不但安尼，伫印尼阮每一年有几6届的扩大前景，就是讲呢。一礼拜对拜日下午8点，一直前上圣经，前上到拜5下晡5点，所以每一天8点到下晡5点，8点连续5天。所以阮伫2008年，阮去加里曼丹的所在。所以当阮的会员去我真辛苦，你看因去到遐租奥多拜，然后呢载1000本的细本的圣经，爱徛偌久哩？爱徛伫迄个烂泥巴迄个鹿果麦的路爱徛6点钟呢。去到另外一个都市叫做 TT 为着要赠送3000本的圣经伫迄个所在。这个兄弟叫做 Marcos， 伊是一个公司的头家，因太太是牙医师所以放了伊的工作，飞到迄个所在一礼拜的工作，为着要赠送圣经，为拯救灵魂伫迄个所在。伊爱徛都摆徛6点钟去，佮徛6点钟转来。我毋知咱任何基督徒伫台湾，咱可能伫这所在真享受。礼拜日做礼拜当有吹冷气。可能咱真热安尼哇，真热时咱就无愿意去做工可能下晡时32度、33度去外口，哎呀，嘛伤热，无煞伤热啦。咱来较凉的所在。但是你看伊来12点钟的努力伫个所在，不但安尼，伫几年前2007年，阮伫顺巴岛，所以阮搁要一礼拜扩大前景伫迄个顺巴岛，所以阮就去拜访当地教育局局长。教育局局长讲你免去啦，你伫这所在我负责打电话给所有学校，明仔所有学校会用卡车甲学生载到迄个体育场，恁伫遐等落所以第2天呢，全岛24000人呢
来到迄个大体育场的所在，来到大体育场的所在呢，所以阮伫个所在30分钟分享福音，然后有11块大刀啊吼，把圣经摆到满满吼，然后30分钟送24000本的圣经，互每一个学生伫个所在。所以感谢上帝恩典，咱看到伫印尼的所在，一年我来送150万本的圣经，透过上帝话，一个人因的生命改变。圣经甲咱讲啥？讲多情的多收，少情的少收，无情安怎？当然就无收，对不对？所以感谢上帝，互咱看到讲上帝话有遮尔济即个能力，有遮尔为什么有遮尔济机会？因为咱去做，都有机会。无做呢，永远就无机会，互人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像新闻，我来做一个见证，可能恁大家人有真侪人有手机，对不对？有用这个 YouVersion 的版本的人举手，有用这个 YouVersion 的举手，啊，无真侪，有几个啊。吼，这个是全世界即马足有名的一个版本，你会当透过手机吼，甲点吼，读圣经互你听，读圣经、读英语、读国语，拢华语拢会当读互你听，所以让你。会当读互你听，所以我大家知吼，就甲点安尼，咱坐咧听读圣经安尼吼，真方便安尼吼。你敢知影即个版本，即个 program 安怎来？有一个少年人，伊叫做 Craig Groeschel。伊几年前伊读Oklahoma 的即个大学的时阵，因为伊是一个真调皮吼，无乖的一个学生，所以无真侪学生爱甲伊做朋友。所以伊就是讲，我要怎样互人吼，逐个人爱甲我做朋友呢？所以想啊，最后伊决定呢去带一个查经班吼。讲我带查经班吼，表示我真熟练吼，所以可能有真侪人爱甲我做朋友。所以呢，伊虽然毋是基督徒，所以伊就决定去带一个查经班。当迄天下午第一节课8点到9点，伊坐伫教室内底时就讲伊讲啊，我也无圣经啊，因为要查经班是要查啥物货啊？我也无圣经，所以就想上帝啊，我也无圣经，因为要查经班咧，所以要安怎哈？所以当伊第一节课结束了以后，伊行入伊的大学的校园内底时阵，拄有3个基电会员伫学校内底送圣经，所以讲这是上帝话，愿上帝祝福你。所以这个一本的圣经伫迄个基电会员的手中，所以伊马上讲上帝啊，你较回应遮紧啊，我都甲你祈祷呢，你就派人来送互我。上帝，你实在是真紧安尼吼，所以多谢你，多谢你。所以伊真正真认真，伫9点外开始读到下晡吼，暗时去带领迄个查经班。上帝的话真正感动伊，过几个月了以后，伊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伊个人的救主。不但安尼，等伊大学毕业，上帝呼召伊，成做一个专职的侍奉者，所以伊去读新人院。等伊毕业了以后，伊伫一间教会叫做 Life Church， 伫个所在服侍上帝，伊伫个所在来牧会。所以等伊牧会时阵，伊有一个 idea， 有一个想法，讲要怎样互遐少年人。可能因无愿意摕圣经，无愿意翻起来看，要安怎互因吸引伊？真简单，透过手机吼，安尼就当读圣经。所以就招因教会迄阵少年人讲，我有一个想法吼，要怎样将圣经呢？的版本真简单来download伫即个手机内底，互遐少年人真简单就当看呢吼。所以兄弟姊妹，你敢知影？现在即个 YouVersion 吼，我昨去查吼，拢总有640个。圣经的版本640个圣经的版本，有395种的语言，有1亿个人登记使用这个版本，这个 YouVersion 这个。所以感谢上帝恩典，因为一本的圣经来影响一个人的生命，透过伊去影响1亿个人的生命。所以上帝话真大有开力伫迄个所在。所以感谢上帝，咱看讲，咱头讲讲。上帝心愿是无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人拢悔改伫迄个所在。所以感谢上帝，伫顶个月7月份，我伫美国阮中南美洲的代表，伊就讲一个见证，我真感动。伊讲即个兄弟呢叫做 Carlos Yapi， 伫哥伦比亚的所在。讲伊18岁时阵吼，即个 Carlos 吼，伊18岁时阵，伊开始贩毒卖毒，所以伊加入一个贩毒的一个组织。即个贩毒的即个老大的黑社会，即个老大吼，讲你既然带家己嘛，我互你3个选择，看你要做啥啦，你家己决定。第一吼，你运动吼，去运你国外去做运动的，运你国外互人。第二，你运动伫哥伦比亚内底吼运动。第三呢，你去迄个森林松林内底呢，去遐种毒，去遐种毒吼，种植古柯碱 cocaine 吼。伊想讲，我要怎样将来要有发展吼，我得知影要安怎种植即个古柯碱吼。所以，伊就决定呢，选择第3项，伊去迄个深山林内呢，去种即个古柯碱。
所以伊就开始呢，18岁开始工作哦，做到21岁呢，伫即个委内瑞拉跟哥伦比亚北边的所在我有一个箭头伫个所在，伫个所在开始工作。到伊21岁时阵呢，伊就开始自己家己咧经营伊的贩毒的事业。所以迄个时阵有40个少年人伫伊边仔去做伊的巴黎甲，做伊的保镖，40个保镖。所以伫个所在呢，1989年呢，所以伊有真侪在伫即个深山林内的所在呢，去种迄个古柯碱所以伊有一个习惯，每一届呢，伊去巡遐种一只古柯碱的所在时阵呢，伊暗时拢无代志通做，暗时拢住伫迄个工寮内底工寮无代志通做。所以伊每一届拢带一本册，暗时伫这工寮内底呢，迄个读册安尼所以伊有一个习惯。有一届呢，伊要去巡伊的这种植田的时阵，种植这古柯碱的这田的时阵呢，伊的这保镖袂记咧甲伊爱读的册下伫伊的这个背包内底，袂记咧甲伊的册下落去。所以到迄个所在了，讲发现无册通去读啊！我无暗时我要行顿，我无爱遮过暝，我要来转。当伊要讲即句话时阵呢，即个农场的即个女主人咧讲阮兜有一本册，阮囝咧做兵的时阵伫军中摕着一本基甸会圣经无即本册互你读好啦。所以呢，伊着即女主人呢，就将即本因囝伫军中摕着的即本的基甸会圣经呢，就交互即个Carlos 所以就开始暗读伊巡视这古柯碱的这种植地的时阵，所以逐工读。过几工了，不但逐工读呢，而且伊就甲40个保镖招来讲你坐伫遐听我读圣经，互你听。我家己读无聊咧，所以开始读圣经，互40个保镖听啦。所以逐项要读圣经，互这40个保镖听，感谢上帝恩典。了以后呢，有一天，伊呢去到另外一个深山林内呢，去巡查伊的这新种植古柯碱的所在。因为无路，所以伊就用伊的这个弯刀呢，在开路结果无小心，这弯刀砍着伊家己的骹呢，所以流血，伊规个这鞋仔内底拢是血，所以伊就昏迷就等于倒伫迄个工寮内底，伊伫所在煞毋知要安办，就伫迄个昏迷中间，伊就讲叫上帝名，讲上帝啊，你求主你来帮助我，求主来救我，上帝你来救我。第二天才真正无死去呢，真正无死去，上帝真正救伊的命呢所以伫迄个所在，伊就决志啦，要离开即个种植即个古柯碱的所在，所以就放弃差不多100ဧ家的即个古柯碱的地改选250个工人。迄个时阵，这40个保镖呢，拢已经成做基督徒40个保镖拢成做基督徒其中呢，当伊要做牧师，伊要去做迄个读新人的时阵呢，有14个做牧师，所以呢，现在 Carlos 呢，伊才成立一个基金会。伫即个哥伦比亚波哥大的所在呢，来照顾250个孤儿伫迄个所在成立一个孤儿院，来照顾这250个孤儿。一个贩毒的即个乌社会老大，成做一个牧师，伫迄所在照顾这细囝。所以生活真重要，当咱去做，都有希望。感谢上帝恩典伫台湾，上帝真恩待咱。从1992年开始，咱就开始会当进入学校演讲。过去20年已经伫学校演讲7500场，差不多700万的学生来听演讲，送500万本的圣经伫学校的所在。咱看到有一这学校，伊开放讲台伫这个周会所在，基甸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演讲。更加重要，伫几年前，伫2011年基甸会呢阮透过有几个这个基甸会员呢就中原大学总教官佫有几个阮的会员拢是少将所以因呢，就每一年安排真侪讲员入去军中演讲，所以因就去甲这个总政战部讲你有真侪这阿兵哥自杀，因压力真大应该叫基甸会讲员去军中来演讲压力的调试，所以感谢上帝所以伫2011年总政战部呢发一个公文给基甸会，正式通知讲，阮会当派讲员去到军中来演讲压力的调试，所以即摆每一年有真侪在新兵训练中心拢甲伊规年接兵的计划给基甸会我今年要接10梯厝的新兵，所以当时会来入来恁入来第2礼拜，恁就派讲员来演讲上圣经感谢上帝。所以今年呢，阮伫135个部队呢演讲，135个部队演讲这是空军。这是陆战队阮即摆呢有引
这个外口外皮是这个迷彩装的吼，迷彩装的吼，现金专门送给军中吼，所以阮去年伫军中送65000本迷彩装的圣经吼，伫迄个军中的所在。所以感谢上帝，互咱有机会伫迄个所在军中警察的所在来演讲送圣经。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心愿无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悔改认罪。所以爱恁的支持，爱恁的支持，爱什么支持？得爱恁祈祷的支持真重要。祈祷带来转变。我要做一个见证。伫2年前，阮每一年对对印尼运9万本的印尼文圣经去东马、去沙巴州、甲沙劳越州。阮每去科达基纳巴鲁、亚庇、去宾图鲁、去库晋吼，3个都市，阮每一个都是送3万本。所以伫2年前，阮送3万本入去到库晋的时阵，伫沙劳越州库晋的时阵呢，马来西亚内政部就将这3万本的圣经扣落来吼，然后拍开圣经每一本头前转一个印啊，结果这是宗教的册，只有基督徒会当读。吼，每一本册佫有一个 number 吼，3万本，这是27512本，吼，每一本拢有一个序列号码伫个所在吼，内政部因啊伫个所在，所以伫个时阵，所有基督徒伫马来西亚拢开始祈祷。不但安尼，基督教的这个 conference， 这个协会呢，甲马来西亚政府开始来谈判。所以了以后，马来西亚政府讲无我收倒转来吼void 做取消，所以佮收倒转来呢，电话佮转一个红色叫做取消的，就 void 吼，佮取消了。伫个时阵，阮就甲马来西亚政府讲阮吼开钱吼，伫印尼印这3万本的现金运到你马来西亚来，你甲我转这是要怎送呢？吼安尼吼，所以马来西亚的总理办公室讲无我赔你钱嘛，所以呢总理办公室派一个部长。就开一张支票28500块美金，就送去到库晋呢，互阮的会员讲多谢你，歹势我这陪恁吼，你再个另外印圣经吼，以后会当自由入来安尼吼。所以感谢上帝，祈祷带来转变，所以阮即摆开始会当自由运圣经入去东马这库晋是这个科达基纳巴鲁是宾图的所在。所以即摆真重要，祈祷虽然你的祈祷是一般，无真特别，但是上帝回应却是真特别。所以希望会当大家人为着每一年伫台湾这个岛屿，爱赠送53万本的圣经；伫全世界今年要送8750万本的圣经。第二，更较侪兄弟的夫妇来加入祈祷会。有需要工人伫军中、警察、旅馆，特别即马旅馆真侪这大陆观光客来到台湾。我跟你讲，阮一年本来伫旅馆来送2万本的圣经，即马一年要送5万，为什么？因为大陆观光客入到旅馆呢，拢把现金摕转去大陆，拢摕转去，所以我来每几个月来检查一届，几个检查一届呢。所以无现金就去报，无现金就报安尼吼。所以我每一年即摆现金爱一年伫旅馆，台湾旅馆爱送5万本，过去送2万，即摆加送到5万，所以表示有真侪人因暗时拍开拖去看现金，然后将现金带转去大陆的所在。所以有什么的支持？第三，今仔日有一个机会，将你的金钱奉献，还什么真重要？台湾是一个自给自立的会员国，所以咱不但伫53万本的现金的经费是台湾家己所有教会支持来奉献，甲基甸会员奉献来印。不但安尼，去年有27%，差不多700万的经费去支持其他遐个收入真低的国家，伫个所在来帮忙印现金来送伫因的国家的所在。所以什么真重要？有一届我记得我一届伫巴西的所在，是一间校送现金送了以后。有真侪少年人，佮我过来讲 ，Give me one please, give me one please。我送了所以互伊看迄个空箱，我讲 finish, no more, finish。等迄个时阵，我答应讲，我会佫倒转来，佫会倒转来。迄暗顿我倒伫门床顶，困伫门床顶的时阵，目睭闭起，就看到一群少年人，因伸手需要一本上帝话来改变因的生命。遐即摆透过你的支持，互咱台湾的少年人会当改变因的生命，互真侪世界。透过咱的支持，会当来改变因的生命。愿上帝搁一届祝福咱，当趁着白日来做上帝的工，咱压头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有这个机会，搁这个所在，透过你的话来搁美出来勉励。主要看见你在世时阵，你的工作是行遍逐乡逐乡，各城伫个所在来连看见一个人因。亲像羊无人一般伫个所在来流离，主啊，感谢你，我搁一届掠条机会，
主阮知影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主你帮助阮，互阮伫这个所在不但是干那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更加重要，阮爱传福音伫这个所在。主阮感谢你，阮有社区的工作，阮也有这个公园的这个清扫的工作。主啊，下晡阮要去，主你透过阮伫迄个所在工作的时阵，有一个人因需要你的话的时阵，阮愿意伫个所在将你的话来分享给伊。主你来帮助阮，使用阮将这你的器皿伫个所在，将这你的出口，祈祷奉主基督圣名，阿门。